因为我的瑞可比较烂，等一下会有瑞粉。哦，怎么瑞可对不对？我找考秋琴好了啦。还有谁很会瑞可？知道哦？好像没有呢，好难找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下次表演的时候再来好了。那今天这场表演就结束了算了。干嘛？反正你票都买了，来不及退了。我要的就是这个而已。好，好了，唱了。